喂，唔該晒軒 Sir，大家好啊，我係唐叔。咁啊，今場賽事咧，咁啊介紹翻咧係10月26號啊，第四場4班先六嘅賽事。咁啊，未閱我哋 channel 嘅朋友咧，快啲訂閱啦，咁啊留言啦、subscribe 啦、like 啦、comment 啦，咩都好啦。希望咧你哋咧每一個動作咧 action 咧都咧可以為我哋嘅耳導感咧係帶嚟咧鼓勵嘅。咁啊，今場賽事啦，放咗落啊！重點啊，重中之重咧，我自己覺得咧係介紹咧係隻7號啊，巴道羅富全嘅合作。咁啊，今次期班有7檔嘅。咁啊，講緊啦4班咧，咁啊4班1600嘅賽事，其實咧統計數據上咧都會見到噶啦。其實啦，唔再係咧唐叔平時成日都講開嘅內欄咧有優勢，今次反來係中檔咧係有優勢嘅。講緊啊5、6、7、8咧，其實上面咧都係超過3成嘅。咁啊前4咁啊。當中啊6檔咧係放咗落有5成嘅，2隻有1隻咁啊，所以咧我今次咧都會從呢個中檔咧揀翻一隻咧首選嘅馬匹，咁所以咧自然啦，我哋今次咧介紹嘅呢一個活力精神啊7檔咧係成為唐叔嘅其中一個首選嘅factors 啦。咁啊活力精神啦，咁啊今季咧咁啊騎過2場賽事，咁啊接新嚟咧係3場賽事，當中咧有2次咧都係巴道策騎嘅，咁啊。叫做人馬咧都係熟悉啦，咁啊講緊啊今季初出9月7號嘅時候咧，咁啊爆個小冷門啦，成功上名咧都殺咗好多人咧嘅4連環嘅，咁啊當中啊出賽嘅時候110倍獨贏賠率咧，最後跑到第4，咁啊衝刺能力咧十分之理想嘅一隻馬，咁啊上場賽事啊即刻啦調飛啦，咁啊最後咧10檔獨贏嘅賠率，不過反而咧跑到第8翻嚟，咁我覺得咧呢個第8咧都叫做巴道咧有少少叫做發揮咧，唔係話算太過理想嘅，因為咧其實講緊啦，可能咧當時嘅情況咧都唔容許咧巴道咧再扭啦，因為咧活力精神咧去到轉彎咧，其實咧係由大內檔咧一嘢扯出嚟咧外檔咧去發力嘅，咁最後咧呢隻馬咧就力弱啦，未能有谷起咧盡翻個上再前一仗嘅呢一個衝刺嘅能力，咁啊所以咧我相信咧巴道咧今次咧騎翻個中檔咧。分分鐘咧，今次咧會守翻個好位啦，進可攻退可守啦，唔會再係咧真係俾人焗住咗咧，一定要扯出嚟先有空間跑。咁啊，所以咧我係比較偏向咧相信呢一隻嘅活力精神咧可以一爆個小冷門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呢隻活力精神咧係唐叔嘅首選嚟嘅。其實啦，如果大家有睇到呢個表嘅時候咧，其實啦大熱門咧上名率咧係十分之高嘅，超過7成，前4咧有81%嘅。咁所以咧呢一啲嘅大熱門咧喺呢啲咁嘅場合咧都會有一個空間咧係俾大家去揀嘅。咁啊，我覺得啦，大熱門可能落咗隻5號啦，咁啊彭越啊、梁家俊同賈玲合作。不過咧今次咧例外嚇，雖然咧唐叔好信數據嘅，但係今次咧冇揀呢一隻，反而咧放咗隻2號星雲笑着、何澤堯、方家柏嘅合作。咁啊，今次咧131磅3檔嘅。咁啊，喂，唐叔唔係喎，啱你話啦，中檔有優勢，點解揀翻隻內欄啊？咁啊，我覺得咧呢隻星雲笑着咧，其實今季嘅狀態咧都係十分之理想嘅，總共出咗3場賽事，當中有2場咧都係何澤堯策騎嘅，分別咧 win 咗啦，同埋攞個第2翻嚟嘅。咁啊，上場賽事咧，我覺得咧個成績咧可以抹咗佢嘅，主要原因咧因為咧上一場咧唔係何澤堯騎嘅，係黃志雲啊，同埋講緊啊個檔位咧都係大外檔啦，11檔，我自己覺得咧都影響咗呢隻星雲笑着嘅發揮嘅。上場賽事戰績抹咗佢啦，今次騎練合作咧再次重新出賽，再加上內欄咧，我覺得澤堯咧喺呢隻馬上面咧應該咧係會有好表現嘅。咁所以咧呢個星雲笑着咧係唐叔嘅次選嚟嘅。最後一隻啦，冇介紹彭越，咁啊亦都咧冇介紹隻林寶精神上一場贏馬嘅馬匹，咁啊最後咧放咗落隻小飛俠艾杜拿蔡約翰嘅合作。咁啊，今次咧11檔嘅，咁啊小飛俠咧今季場次咧都係出咗2場賽事啦，9月21同10月12號，最遠嗰場啊初出嘅時候咧，其實9月21號咧係能夠咧一放到底啦，叫做咁啊能夠咧可以成功咧前置型嘅跑法，咁啊沿途咧都係放啦，緊啊頂得住一個頸位啦，咁啊但係喺上場賽事咧。沿途都係同一個跑法㗎啦，都係內欄，但係咁啊，最後咧有啲力弱啦，落跑第6翻嚟。咁我自己覺得咧，今次咧外檔嘅情況之下咧，都咧可以不妨咧可以搏一搏嘅，因為呢隻小飛俠咧前一仗咧嗰個一放到底嘅能力咧係有嘅。咁啊，上場戰績咧
俾個甜頭佢啦。咁啊10月12號咁啊蔡約翰咧都係覺得咧呢隻馬匹上咧狀態咧係有喺度咧，咁啊匆匆再出10零日之後再出賽咧，可能咧係蔡約翰另一個部署嚟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咧想揀隻半冷門咧，不妨可以考慮隻小飛俠嘅。咁啊今個賽啦，堂叔介紹嘅咧係第4場4班1600嘅賽事，咁首選咧放咗落隻7號啊活力精神，次選係2號星運少將，3選咧係3號嘅小飛俠。我哋下個賽再見，拜拜。OK， 今次第3場有3隻特別標青嘅，咁但係就應該熱啲啦，不過都10拿9穩㗎啦，我覺得，因為其他都唔係啲咩對手嚟，咁分別就係都係同一組馬嚟嘅，就係做好自己啦。咁啊上次輸俾嗰隻新力嬌啦，咁另外咧呢個唔係同我做嘅福聚，就唔係同我做嘅福聚，上次走晒光咁樣啦嚇。咁啊，我自己特別中意就新力嬌嘅。嗱，新力嬌咧上次就贏做好自己，咁啊42分加6分上48分。咁你睇翻咧，嗱實際上咧做好自己咧係又蝕位啦，走外搭啦，咁同埋佢輸俾新力嬌咧，佢都有少少。即係佢又賺咗啲啦，即係佢上次58分，今次加2分，咁新力嬌上次喺入面賺咗位贏咗佢，咁啊但係要加6分，咁啊來回一個4分，咁今次再對，大家其實都係短頭嘅啫，短兵相接嘅啫。嗱，咁應該咧分數上啦，如果大家都可以表現翻上次嘅水準咧，應該就係做好自己着數啲嘅，因為佢爭咗4分啊嘛，咁啊今次係4檔，上次12檔喎，新力嬌今次係6檔，上次7檔，即係差唔多啦嚇，咁啊做好自己條件上今次應該好啲嘅，分數又冇加咁多，但係咧你睇翻條片咧，新力嬌喺入面雖然賺咗啲位，但係咧就受咗嘅，即係佢交叉走喺捐窿捐罅都要走出嚟嘅，咁隻馬係真係勁咗好多嘅，即係我估今季季初熱身熱完一鋪之後，上次田草千二已經表現得好犀利啦！嗰場咁啊，左穿右插底下都可以22秒1末段贏馬嘅，咁其實應該嗰6分對佢嚟講都唔係啲乜嘢㗎啦。咁當然啦，最強對手我覺得都係做好自己啦，因為做好自己除咗新力嬌之外咧，其實佢好多對手再出都贏啊。上次同場都係嗰組啦，都係勁嘅。新力嬌贏完之後咧，皇帝英豪啦呢啲啦再出贏馬嘅啊。咁另外就仲有武林寶典啦，第8名呢隻啦。仲有就係非常呢隻非凡時刻啦，呢啲再出咧全部都上贏馬或者有第2名咁樣嘅，即係全部都入 Q 嘅。咁所以我覺得呢2分對佢嚟講，只係話俾我哋聽，其實佢遲早有得贏咯。嚟緊呢幾場，咁啊今場我覺得呢日做好自己應該都係3甲之內啦。咁但係你話同新力嬌再困咧，我覺得新力嬌可能可以再贏多次都唔出奇。原因就真係上次新力嬌入面真係左穿右插，比起佢出面蝕位咧，如果你要咁樣比較上嚟咧，入面係難度高啲嘅，我覺得。咁所以入面嗰隻新力嬌咧，我都會要翻先。咁當然啦，佢都係呢組啦，即係佢都係做好自己呢組啦，佢贏做好自己啦。雖然只係贏個短頭啦嚇，咁但係佢啲對手都勁啊，又係嗰啲啦，非凡時刻啦，皇帝英豪啦，武林寶典啦嗰啲，再出都已經贏晒或者上名噶啦。咁啊，全部都唔係上名，再出全部入 Q 噶啦咁樣。咁所以呢一組係勁嘅，咁所以呢兩隻可以賣 Q 咧，我覺得今場都可以賣條翻版 Q 啦，13呢一隊係啦。咁啊，福聚咧上次係走光，你就比較唔到究竟佢同埋做好自己新力嬌呢兩邊究竟邊？即係佢係咪強啲？咁但係潘頓就始終就揀咗呢隻福聚，咁福聚一定係唔差噶啦。即係佢就壓咗落呢一邊嗰度。福聚就上次輸短頭俾女神啦，跑第2啦。咁啊女神今季都好勁啦，咁啊贏馬個姿態都幾犀利噶啦。咁啊只係輸個短頭啫，品德寶寶嗰啲都係有成績啦，咁季。咁所以福聚應該都係唔差嘅。上次抽過1檔，今次5檔差唔多啦。咁啊布文換潘頓就可能都係差唔多啦，即係都係好啲啦。條件上咧應該都係喺前面翻嚟噶啦。咁表現應該唔會差噶啦。佢14日再出應該都係想搏埋噶啦。咁啊所以我自己都比較唔到究竟福聚呢邊強橫啲啊，定係新力嬌同做好自己呢條線係犀利啲嘅。但係起碼有證明過咧，就係做好自己新力嬌咧，應該喺4班度都係有着數嘅，因為佢哋啲對手都真係好勁，全部再出再贏。佢哋係強組入面穿 Q 嗰隊嚟嘅。咁啊所以13行頭1第2選，咁啊第3選要隻5福聚咯。